收看基本嘅福喜类嘅节目。哇，过年嘅时间，伫大家做了买东西，咩雪冻豆啊，吼，来搞冻豆。其实吼，你今日老大家咧分享係乜解咧啊？过年到年尾嘅時節，大家都啲嘛吼，粽葉辦，到了早時節，說大家做氣中強下吼，做啲團涼兒啊吼，大家做啲병雞泡嘅。所以今日繞牆度吼，一隻台內邊，讓大家咧分享一下，粽葉辦有乜嘅歷史，有乜嘅故事，有乜嘅團涼兒嘅馬莎咧？哇，其實你嘅好殺傷教授歡迎。好，羅小姐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在這新帳年時祝福各位朋友啊，幸福百福全家福，千春萬春萬通春啊，福多多福多多福，壽昌昌壽昌昌壽，啊人言四季啊，多彩氣，春東南西邊嘅來福氣，哦，我哋啊福氣來咧，好。大家潑水呀！哇，大家要潑水嗎？先生，你有冇眼鏡咯？你聽到係咩水絲就得潑到眼度，咁梗係講緊係祝福解法，要押韻讀地讀呢？啊，係要押韻讀地讀呢？押韻讀地讀。我哋做客家文化就係憲法文學法，文學憲法法啦。既然我哋憲法吼，嘅進行當好，所以非常有啲加起來就客家文化。我剛才提到非常時下到線上去跑叉，用英講呢，你要線上去跑叉打嘴鼓嘅時間，你會覺得係乜解？嗰時叉時間吼，你話照先都時間咪當好呢，照叉辣椒，照薑也蒜，哇！所以都當快樂。所以你看先生，所以我講撈去跑叉去打嘴鼓有乜解？優點呢？就是文人雅士，基本撈去對法、答記法都覺得如沐春風時，有安樣解感覺哈。所以你看有押韻，有冇解下有祝福呢個節目，所以大家會非常感謝先生。我講我沒有係文人雅士咁做的。我講實在話吼，其實根本係提起百年先呢個好教書要出動到書。唔敢當。嗱，文化客家文化有關係。我先生呢啲嘅東西貼到咧，所以基本是提起百繞牆線上短嘅一點鐘。可能是做啲少解線上啲眼多嘅東西，對唔對？解一些些。你盡量少解。好，大嘴鼓吼。咁講基本線上一開始是講，哇，粽葉辦你祝福大家哦。所以你問下線上，我想看電視台向先朋友嚟啲，當你客家呢啲嘅歷史，咁個基本你講到呢個故事來講，佢粽葉辦對你客家人來講當重要。所以講咧吼，粽葉辦係一個有福氣嘅節日啦。係，你也可以講咧，從古以來啊，粽葉辦吼，我哋今年係提一個節日嘛，非常重大。佢哋粽葉辦嘅節日啊，首先佢係來建立天官、地官、水官啊，呢個價值。那天官就是賜福啊，本福氣本我哋大家，所以你特別講係拜三官太子，三官太子，而家提起拜唐公應該要福氣，要福氣，所以天官叫本福氣嚟嘅。因為個天官佢係管理天界嘅人啊，天界嘅所有嘅自然界嘅情形。個地界呢，佢個地官呢叫做管理地上嘅物啊，地上人物。個水官呢，佢就管到啲水界河壩啦、長江啦、黃河啦、大海啦，你係說，所以叫三界。所以我哋尊敬也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也按照三官排列啊。我哋客家人按照三界入，從而我哋入愛重要，哇！我哋當尊敬佢啦。講實在話哦，從細我是同我爸爸媽媽講我係拜三官太子。我根本你提起拜長地講，落祝福有關係。但是啲天官、地官、啦水官，咁個其實像先生講嘅，佢總管所有嘅。所有哦，所以你用三界呀。原來呢，其實個天堂嘅生命，啊，天界嘅一種無限嘅生命。但後來到，後來呢變到像用人界嘅來呢，所以像個親子村啊，佢投入個三兩五啦，所以用了三界來嘅，所以個三界來呢，佢我哋投教最早嘅生命，所以個按原始天尊，佢後來就奉了三界人啊，為天官、地官、水官所變安樣來嘅。哇，嗰只是東西下，東西下現在台數都數下跑叉，線上講古有50千呢，好有意思。咁個師兄先生講嘅，你粽葉辦係一隻安好嘅節日，因為先生講你係要福氣嘅節日，大國嘛，拜呢個三界。所以我哋福氣來嘅節日咪
节目咪係安強樣哦。啊，鐵站到咧，所以線上係做公益，係咪？你咪做公益係冇？你哋做補大家，所以你係要補佢嘅建議嘛。全世界大家哦，我哋都觀眾所有朋友將份人要福氣嘅。哇！咁我哋下心情變動好咧，咁我要都要福氣咧。咁我講到啲三觀題題，你講啲按從下嘅建議，其實講實在話。正嘅辦了，在陳思祥先生講嘅，對你客家人非常嘅重要，讓你相關嘅高繞啊要，係讓你相關嘅團結嘅嘛，因為你先講高繞開始講起，係咪有正嘅客家高繞？啊有啊，佢正嘅辦啊，我哋10年嘅古年地位啊，因為嗬，佢大正嘅就介紹啲道兩三個人嘛，嗬，冇錯。介紹嘅時間呢，想提出啲特別嘅嘅行為啊，幫我哋學嚟學習嘅嘅啲，帶動我哋嘅模範啦，嗬。比如我正嘅時間，就是正嘅啲咧係新年嘛，你看啊，南沙挑江千玉蓮，小海脫體為古蹟，邊含山上望重煙。哦，呢個故事非常非常嘅有價值，所以呢正嘅辦係又親又黏嘅啦，嚇，又親又黏。有乜講呢？嗰個王雪萍哦，那個千玉蓮啊，佢係哦嘅一對嘅唱戲是天分嘅人啊。其實王雪萍到千玉蓮嚟講啊，佢係歷史上有當有名嘅七世夫妻啦。哦，那個七世夫妻呢？個七世夫妻就講，特別嗬，個玉皇大帝快召回嘅時節啦。哦，結果冇想到個金條玉啊，殺到個大眼睛啊，就冇前進。跟住方向動案，就去變下翻轉。既然有人愛戀愛，感受到人間是戀愛咯，所以經過跟七世就上到天庭來。個第一世是個萬喜兩老明鏡吳啊，第二世呢是兩線北老祝英台，第三世啊是國花兩老王月仁。個第四世就係王雪萍到千玉蓮。七世你係第四世。個第五世是雙林到千仙妹啊，第五。第六世威龍伯老강玉珍啊，第七世就最尾啊，大家是同意第七世咗，嗰時候個李延奎老劉水蓮，結果呢安心呢，個七世安建國之後，其實上到天庭，所以七世公婆。但是呢，有兩種講法，有些七世其實兩三件冇結婚咯，但是一般來講吼，在建在記的地位是講啊，個王雪萍到千玉蓮，王雪萍當苦嘛，佢唱成天婚時節啊，個千玉蓮所嫁ven去，結果後來嫁咩過身啊，嗬，嫁把有討嘅，結果就唔能嫁ven去啊，所以佢後來呢，佢但是千玉蓮當就從也信用啦，係信用，所以呢，佢係。強強係嫁俾啲王雪萍，就嫁咩當案啊，是幾家肯人過去呢，結婚。結果佢結婚之後呢，其實王雪萍就上京考試咯，當家個結果佢真係是考到狀元啦，狀元啊咗，佢就忙轉嘅時節啦，結果呢，叫做排到一隻會所去，但是佢就忙轉啊，佢是寫一封信嚟拜託佢朋友，向佢老嘅送我。結婚又講緊萬得為轉一天為轉現，冇想到啲嗰隻朋友嗬，就改嘅線咯，一改過嗬，講伢老公嗬，已經啊半個宰相啊，作為社郎咧駙馬啊，所以呢，老二你睇嚟很依家難怪，結果叫做投機，結果佢千玉蓮上我一心為到我老公，佢冇想到我老實變心咧，動愛。所以當愛嘅時間呢，家咪有馬機啦，大家有馬機，加過有啊，所以佢愛子很看咗，就落個光變去哦。南面石的湖，挑江是千玉蓮，天不歸切啦，所以都有到個。提手啊，就叫到啊，就問見楊班到前天嚟講啊，佢很簡單，跟伢個老公做到創業呢，個人門是地嘛，叫我個係個公司咯，佢排到公司嚟，佢往創業呢，往創業啊，要兩屆啦，一屆就排到屆以後，水土不服。等下先生，你總得一開始攞嚟只古廠都有多妹講到條面成用英講了，用前面係你談先生講了只古講到日版嘅世界沒有知道哦，都上啲個結局用英，做得差啲到結局哦，先生，我們要留一點點，做得每個避咩，看大家一想下，大家要平時做得一個，不過簡單講咧，先生意思係講，從正也是要從安陽界過繞，雖然講12月古人嘅講係從安陽界愛情界故事，所以兩個你做幫愛，愛做幫你，這是一個祝福的節日，咁後來呢，
所以因为几点问到个请用恁话路加老公冇出嚟，係啊，佢哋加老公要轉那些物件，你講，加唔愛半樣呢，半夜半又冇出嚟，所以佢兩殺吼。兄弟对方冇出嚟，但是仍然到正月版的時間，都該描寫，留佢欺負、照相，哇！所以咧正面友情嘅建議啦，所以咧正月版啊，真正係咧友情嘅建議。可是這個愛情故事很悲傷誒，先生。唔係悲傷，啲後來爆面，爆面又爆面，因為佢講看到哇，跟人講啊，你按數面咯，佢就講按數面，所以聯合。先生，你又把結局講出來了。哦，但是佢見過真辛苦呢，咁難怪啊。其實我好搞笑，當第一下吼，其實簡單講，伊個意思是係講親友戀老了講。上往嘅往從嘅最尾，喺你做得要好嘅結局，唔講佢都話到對方死咧，喺咪去到瞄到到對方欺負，所以爭嘅係做報到欺負嘅孽份。所以天官賜福，我哋是大家嚟接受咧天公我哋福氣，我哋也咧到大家咧祝福，係安然啦，係。所以其實。像搞熟了都聊天，其實動長的呢。特別你大家是從伊攏攏是啲有多漲嘅版，有嘛？哇，提燈籠、猜謎、吞糧嘅看法的。其實唐先生講嘅是，意思啲講，我原來叫安永介估，所以50個咧過了才漲嘅版嘅性侵。是完全冇強咯，我哋也是祈禱本先生一講下來，快樂嘅人見嗬，所以希望一天嘅天界，原來係天性啊，有啲特別人啊，所以佢希望啊啲人類啊，一台一台穿過一台，都要服氣，所以希望要服氣，日當然就好，所以呢後來啦，希望啊啲添電發財。添電發財就發明落個電籠咯，有冇？個電籠掛起來，所以我哋要嘛個固守捆電啊，要抓住佢能去跳高啦。哇！所以先生用錢俾我咪求先生嚟講古，哇！鐵道古做得不一樣，你聊下，等下陣仲可以講。東方宇宙的繞牆道好教書來到節目底，都讓大家來分享吼。哦，廣告時間啦，教書來打在估計時間咪當多精彩嘅內容吼。因為嚟到線上來討論嘅時間，線上吼哇，睇我地圖貼到東西咧，哇！為遲到講，為直接去上節目啦，呢個鄉親們來分享吼，因為分享呢個勞古文化、客家文化，當然其實慢挑排啲，慢唔記得，吼，咁都講到咧吼。先來讓先生來問一下，佢講，先生講正業版要當好嘅建議嘛，嗬，福氣嘅建議。咁大家到了啊，你人類到你對過生活嘅時節，大家總係講為要學東西啊，為要教啊，譬如講第一，大家聽眾為到兩，你仲係發同你吞糧啊，從嘛，客家人講吞糧啊，翻譯講什麼呢？猜謎語，這中間你懂我冇強弱，老師很堅持冇強弱。唔係講堅持冇強弱，那你會了解上客家文化佢嘅文化當久啦，歷史當長。個糧啊，在漢朝時嘅時候啦，嗬，當早期時嘅時候，個糧啊，個謎語呢，嗰種謎語啊，佢係到魏晉南北朝時講嗰種謎語，謎語是針對個動態，我哋客家嘅糧嗬，佢有動作嘅，嗬，還個有行為嘅，個謎語呢是單純嘅，啊，比如講我哋。正業版當從了建議咯，個電籠，電籠哦，其實佢嘛有張涼嘅啦，叫啊又燃又扁又喜放。等下，又燃又扁又喜放。鐵拐四線踩動昂。鐵拐四線踩動昂。32條化界路。32條化界路。條條走出好文狀。跳跳走出好文狀，你啊司機嘛吼，看你隻東西，嘛解，佢就係電籠，所以電籠按照做動法吼，佢來到當然是當窗，佢是像一條龍嘛，龍，所以你啊非常就幾個架起來，個意義啦，也是呢一種嘅涼啦，你啊從小文狀強咯，係啊，所以涼啊吼，讓你小文狀點冇強咯，那你涼不能吞涼吼，所以文狀甚小，容易填題目，你填題目。我哋一般作文上海先
提出题目，讲一下作文，所以按电动来去哦，又来又去讲圣词错错错，哎，哦，所以其实信上意思讲，除了讲谜语到两个，有一些某形容字外，你讲两个其实更有个写故事。个意思讲，哦，个两个范围较大啦，较大哈。个谜语是诞生不因团体呢，团体叫自然嘅嘛因啦哈，系啊，啊，种咧介讲系介两样哈。动作咧，咧量动作。好，你等下做啲等下讲，就来谈。所以讲到两片即系咩量来要写故事，让大家都分享。个量是讲吼，在漂白的时间呢，哦，你个在通操的时间，恁特别啉酒啊，其实就量来嘛哩系生气啦吼。嗰是只同作标，个量其实是命令来啉嘛。爱讲乜嘅，你所会乜嘅啊？所以错，你所都非常爱啊。平常时就沙对三扎嘛，个沙按好多啦吼，所以才个两个动作嚟嘅，个历史系小说地位吼，风流梦啦、讲发展啦吼，一啲嘅动作，啊，我提只例啦吼，个风流梦地位贾宝玉睇个动相啦吼，个贾宝玉是讲哦，我哋先发只新嘅凉咯，吼，系个冇准早嘅时间呢，哦，你就说放喺发咯，哦，就是话，然后呢條又講到比如話啊，唔知啦，貝呀、燒啦、魚呀、肉啦，結果呢，大家是講出嚟，講唔知貝，又問唔知燒，唔知魚，唔知肉，因為講出嚟，係講出嚟已經係發咯，你睇當有意思誒，剛剛誰講我發一道新的心令。对这个新令的狗仓地图，好像在出題目，係咪啊？剛講你有答題。答題係講沒有答錯，哇，我就幫你逐出席外。哇，這個過程，所以你係量哦，你係講量哦，這量咯，其實咯，謎語咪窮量嘅意思呢。在鏡花園哦，講發展地位第80回吼，嗰隻主持人是講，我呀，嚟到講到謎語本要吞，你看要吞咯，老答案講出都唔係哦，結果呢，第82回嘅時間，嗰隻小姐就講。哦，參與嘅量吼，有共同有普遍，大家答案都懂好。你看，佢窮樣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佢名詞冇窮樣，所以兩個就是謎語，啊謎語就是令字啦，兩個，哎呀，兩個就是謎語，但是謎語就是令字。客家的兩個範圍又好翻，他剛剛講嘅吞兩個範疇好翻，所以頭先講嘅賈寶玉，我哋係客家咪就話，準備500萬啊，嗰啲。先寫咯啊，你看叫作詩哦，大家一條就到天下講秋哦，個乜嘅啊，李國爽、推國盤、添國湯哦，其實講啊，嗌啲乜嘅天啊，非常透解詞句哦，你兩邊係讓大家都分享講，作為500萬，他以詩選序郎嘅，所以他就會講哇，你所做的先寫攏嘅時間，你做的詩每句會講天下講，李國爽、推國湯，推國盤，盤國盤，添國湯，所以這也算是一個考習改狗倉嘛，對不對？可以這樣講，信上對不對？哦，所以你看，你講到聽一點，兩邊又讓大家都分享，像川婦繞牆湊酸感也是，還有對戲。喲，嗰種個長酸人啊，就你個長酸些出咱芯片來炒啊，佢昨天講，哦，對，你就都好好講吼，講得嘅，又醬又燃又火又重煙，來湊川是唔是？所以，他就挑白嘅人，本線上分享嘅感覺挑白嘅人吼，真是同多數誒，都好多數誒，湊雜酸所以個酸婦就講咯，講吼，那個酸頭漸漸，酸性冉冉，你那個長酸啊，長得好，你嚟對得多。你湊酸是唔是錢？結果啊，靠溫床嘅人啊，其實講咯，佢講啊，鼻頭漸漸，鼻性冉冉，愛溫狀下得好，愛靠到啊溫床嘅。所以，
跟你前面讲嘅係川性醬醬，川頭醬醬，酸頭醬醬，川性冉冉，長得好，長先長當好，你得對得多啊，你得醋酸就50千，對得多醋酸50千，該圖書意思落去對了，我鼻頭係冇？鼻頭醬醬，鼻性冉冉，溫狀寫得好，所以做得溫床嘢，所以了是當有意思嘅對戲嘛，係冇？cái vũ trọng靠上嚟靠vũ trọng嘢嚟，你就是講，我個剪頭漸漸，剪性冉冉，哦，我殺剪殺得好，我靠到vũ trọng嘢，所以了剪戲吼，做得講就是佢。都飽讀詩書啊，就得隨時咧對，唔是讀書啊，唔是對出來，嗰醋酸50千，重量係醋酸50千哦。喊住個人喊你啊，歐巴桑啊，小啊嗬，佢上高摩頭啊，我要唔靠溫床煙，我要唔靠武床煙，我用個山呢，啊可能面前有3個字嚟，好啊，就是樣。佢講嗬，我個面頭漸漸，嗬，我視物冉冉，我嚟咗用得好，我用咗3個嚟咗，一個溫床煙，一個武床煙，是天下來的。哦，cái長孫老師講，cái漢字改來的，漢字改的，cái鳳陽人就講了，叫漢字改不好吃嗬，個阿妹都臭酸嗬，阿來嘅讓我受錢。你看，了就係，按落涼嘅，啲飯會好飯啊。其實呢，因為一般你講涼嘅時，就是猜謎嘅感覺。講線上剛才分享嘅時間，你是咪講述到，其實談涼嘅兩件事情，佢唔單淨係猜謎語而已。佢像對戲啦，就咁講嘛，醬冉好重嘅，然後對下來也是可以講係涼嘅一個範圍。好，我覺得這個景星哈，今天讓今日讓好教學生講下，學習非常多，大家要學到麼？談涼嘅，唔單淨係談涼嘅，聽聽我喺度啲對戲哈。錯。咁個節目基本上強到好教學嚟到聊天，其實我第號嘅哇比咩動爆嗬，以下做啲出口成章哦。你講溫狀水口出，現在我跟你打嘴鼓，我也開始變得有點好像有點會了。唔該，你講到兩下，我們是不是做啲出幾隻考題來考你大鄉親朋友？好啊，好冇？你都考一下好冇？學家下喺本線上考一下，咪當見眾嗬。你想嚟討一下咧？線上做啲老大家嚟驗下冇？跳插風化，化唔開。線上老二，先大來，人人講愛上貴好，轉行偏溫，強開。你下沒有答案哦，冇答案哦，當條冇寫答案。鄉親朋友吼，你下看電視時就得看到你只貪涼嘅時機喎。啊，線上家下要驗一遍，本大家3秒鐘好咧，1秒、2秒、3秒。唔定你心肝都有答案冇嗬？喺線上，線上有公布答案嗎？做對啦。好，搶公布。哦，開始係介公。介公當獎嘛。因為難啊。等於各。要記係咩？要記嘛。各溫開，開始係，所以我啲全世界嘅介公嗬，全部講客家話，就各啊，就係。線上你講嘅嗬，嗱，本線上考到呢，各講客家話，所以我先查風化唔開嘛，嗬，記嘛，佢現代就係攞住現代來嘛。無線所謂，所以你係勞工當好啦，即係西裝嗬，唔是百貨公司賣，無線是有呢，唔是件3000勞工。係冇唔錯嗬，係人講嗌上貴好。要談個介公興嘅，你睇到是啲哦。上貴當好，興到天門強開，天外廣大世界，天廣世界介派啊，所以介公就派天下是廣嚟嘅。係啊，所以東因為講，去到要大個種下嘅年號，睇到對啲，等到你早先喺度談到介公獨介太界世界是啲天外廣嚟，嗬。所以其實線上出嚟只兩個其實。好簡單，你係提一隻涼嘅，不過線上基本要準備幾隻當有意思嘅涼哦，應該鄉親朋友好好嚟討一下，所以你下嚟請鄉親朋友好好聊下，啲馬茶準備好咧，等下嚟討涼嘅。鄉親朋友上台節目啊，水妹世界線上出咗討涼嘅本大家討麼？
答案係解講嘛，吼。喺廣告界世界線上就講，創業板吼，除了同無來談啊，因為談有息有關係，你哋行樣必須來出去睇考大家。做得冇，做得了息有關係吼。我愛啲去強調係時機嘛，好實嘅東西。好實嘅東西哦，因為本鄉親朋友好好來談一下，我們要想一下吼，用耳孔好好來談一下吼。第一句，天當拍好，拍好好，天當拍好，拍好，當拍哦，拍好，拍好好，日圈背個好，背落好吧，變圈鵝，變到一圈鵝，要解心來，要解簽來，要解破，要到大家要睇到喎，好睇到要睇家唔啲睇出來，乜東西哦，做啲提示下，老師有關係，還有。題目嘅提示嘅當重要，當重要，要解簽來，要解破，寫係咪解寫咧？要拍寫，要其他寫咯，嗬。你睇走下叫佢變化，相信咪要豐色咯。哎呦，所以鄉親朋友要彈出來麼？我講講，我要彈出來咧，當簡單，你客家人當好識解東西，好當好做了非常有名解。嘿，所以我哋啊繞牆信上去公布答案咯。就係板然，我講當然好識啦，板然。真是蠻講天當解拍好弄板然嘛，哦，越圈背個好嘛，一圈哇，板然多水度，哇，就背個好解感動嘛。板然為背呢，背落好吧，變圈鵝，哦，最重要係咪解破板然係熟嘅，係咩為破起來，所以要解簽來，要解破，要大解板然其實。地下去咯，要解那個點點是嘛，咁講係講要熟嘅咪全部破起來嘛，嗰時係板然啊，所以你要寫板然係嘛，哇，所以你看你係線上臨時上出來考大家嘅嗬，咁個到呢一片其實因為貪涼嘅都有意思，嗬，對你來講其實佢啟發我哋嘅智慧啦，冇錯，還有創造力、想象力結合，冇錯嗬，所以慳係因為基本嘅嗬，你是非常嘅貼片，難得做得繞牆到好搞笑嚟到節目地度，所以就個嫁出基體，線上牆，漂拿尖別管，每有條兩山，日四條東海，拿來含古漢。咁噏咗啊！你客家涼。越往看啊，乾山海漢，提示記、聽一記、提示記、聽錯就啊潤哈，這就是其實這也是學問所在。所以客家涼哈，相關時期動tác。你看多有。所以嗰啲時期特別用戲這種。對，文學性動腔。非常有意思，是從線上講嘅，它係一隻樂趣。一隻氣味，基本一攤嘅同時，其實你是從走戲曲咯，是有壓準感。家鄉親朋友聽出來嗎？先生，你要買頭沒？要不要公布答案？公布答案。我哋是當好嘅哦，鴨沒啊，鴨沒係嘛？哇，那很有意思哈！我想大家整個團隊出來啦。鴨含古漢，謝謝。哎呦嘛計咧，你係咩啊？有意思。然後熱天會衝我出嚟啦。熱天係嘛？當定熱鬧啊！係啊，兩腳打廣角，兩腳打廣角，葉劍鋒，鐵錘太棍哦，打唔到。你拿鐵錘打劍道啊？送手一撲見陰光。我攏講哦，其實我一開始同我哋團練時，我基本是團唔出來，唔過最尾件我是一些些團出來。最尾件開始後啦。暗示大家嚟啦，所以兩腳打公講哦，打鼓耳風嘅很抄哦，所以到劍鋒地都是種打鼓用非常解創，鐵錘係打到啲打唔到，送手葉，好劍鋒悶咯，悶咗啦，大家要聽到嗎？非常簡單哦，這個好有意思，都有意思哈，哇，還有乜解？哦，這兩檔河呢？哦，咁樣講啦，一半天一條橋，東岸八卦了，就八卦用。新鮮唔敢過，不鮮就該繞。你睇我真心喎，先生。哦，真緊，你行到該向下去山東，上是從來會拄到啊。哦。當有後門就八卦呢，你修到修之間有八卦，你想唔想看？我啲，係唔係？你講呀，我啱所以
该是拉卡，你应该跟他经常讲蜘蛛拉卡，没可以讲地度啦，哦，拉卡苗嘛，对不对？动八卦了。不过你只量哦，也有点难呀。嘿，可是哦，图书啊，唔是西派啊。叫个八线的介绍，佮表示个拉卡就八只脚。你图书是唔是讲哦？我陪个拉卡就八只脚，八只陪到我心底。你睇两老人讲啦，新线唔讲过八线的介绍，佮地图佮拉卡用啲嘢試的介绍。所以线上讲嘅系安樣嘛，你係講睇客家嘅量啊，你唔單講到底好多啲地圖文學，對，它是有文學性、所以跟谜语就像诗一樣，那孔子講啊，可以星觀群苑啊，以示鳥獸草木之名。還有動火啊，老師你真的太強了。跟我做啲講嘅，我沒有辦法從線上安樣嘅，唔講我啲嗬，你做下地圖做啲好多文學，天一點，做啲好多知識、地識，從冇你認識自然文，同文啊，這拉卡的地啊。錯，而且文學成分，你什麼鬧聊的東西呀？我有聯繫兩點哦，頭冇鬧機哦，冇係咪講機嘅？反正應該下午吃動火樣啫。冇唔錯嗬，還有哦，基本嘅線上動感情，帶來動到嘅團涼嘅，從倆係乜嘅咧？動輕鬆啊，這個倆係動從地哦，細水氣。太咧半天杯，80阿公見囝，4囝3歲生嬰兒，做埋80阿公見囝咧。小孩子啊？為什麼做埋80阿公見囝？阿公係寫機徒孫啊，安全係要緊哦。哦，機唔係是大機啊。係3歲生嬰當行用啲足機係嘛？用音弄你打錯。哎呀，現在沒有講出來打。講出來，所以用前面。所以那個聲音當地真要寫出來當精彩。所以鄉親們有團動嘛，了解團涼嘅係乜嘅東西咧？是農業。農業，我去到吼，基本要看天時，你就是當要福氣呢，就是吼正業白要福氣正嘅，喺你做咧基本好教授大佬按到團涼到去記落，等下伊考不下嘅嘢。所以等下都冇下做到咧。其實正業版是當要親人嘅啦，即係故說款電機、款發電啊，當精彩啊，所以要團涼嘅啦，哦，個當鬧嘅啦，正業版。太有意思，鐵有意思咧，吼，再過來。松樹唔驚高，松樹唔怕高，下樹唔怕跌，放毛毛，起毛血，啊真強咧！嗰種東西，我手當跌下來，佢係會縮啊！我你忍到手當跌下來吼，可能，哎呦，凍痛，線上你係乜？你係乜嘅？等下我自信啲。呀，係因為線上見面大女嘅題目。跟我老奶沒有套好招哦，我也是愛用看其實詞啊，哈，其實詞，係乜嘅先鵝啊，鵝，細，你看，咁一跌下以後，佢係會縮呢？是，係會縮哈，你好，所以你向鵝學習嘅。係，再過來，哦，你這個咪真好呢，佢係個文學英語宋冠第8九，叫慈禧上彩富貴家，時尚春葉向榮花。萬歲日是穿新衣，台台醫生做談話。哇，兩個完全唔知要談乜嘅。線上嗰本大家一點提醒好咧，好冇提醒？咁你肯當為背啦。哦，當團結。當團結。我哋是聖誕時會當獎機。係。你當富貴，你係富貴人家。富貴人家啊，佢線上是有武器啊。所以佢會向榮花。所以佢出入入嗬，佢來往嗬當。台台嘅醫生要做談話，好談唔出，線上搶公布答案。嗰就係碰鵝啊、蜜蜂啊，所以應該談話即探花嘛，我剛講吼，哇，這個時間都過凍嘅吼，你一節目你一度你是出2分鐘，你10個老大家多分享一張2張好咧，你細細來講一下。要小小浸暗色，當時寫成浸暗色，緊台緊樸素，樸素其實當好呢講到嘅像跳舞樣樸素起舞啦嗬，攞嚟繞個痛，痛嘅時因為自信到哇，用前面有團到了係乜嘢東西？我哋大家是要叫你當好嘅東西哦。人一3寸少不了誒，人一3寸少不了，細進暗時，緊台緊樸素，攞嚟繞骨痛，因為自信到搶公譜。嗰是舞啊，舞哦，舞
乜model 佬誒做啲國寶嘅時間，以為繞骨糖啊，做叫做埋繞骨糖嘅，因為講啲上到眼都係面。知道佢心中兩棟火。哇，兩其實哈很有意思嘅哈，而且這有很多就是像擬人啊、擬人化、文學化，文學化、擬人化。突然大家會發現講，你客家嘅團名其實學問非常介多嗬，你見面。導兩片吼，我啲吼，你個好搞笑，性感度可能很想，哇，我還有50人走2個，為了大家都分享時間，嗱，所以你老記住呢度下禮拜來上節目時間，好好來講古好冇先生。咁個簡單講咧，你基本嘅節目講到兩片，其實大家嘅收穫動到，最起碼啲動到嘅建議嘅古吼，佢有故事，然後建議有關嘅講古也好，歷史也好，動到，所以非常感謝好教授喺度節目啲度。嘿，下禮拜就講咧講其他嘅團量嘅好冇？哦，還有其他嘅故事，讓大家來分享，做得好。所以感謝你嘅教授哈。所以鄉親朋友，今年其實而家要復習嘅嘢，我希望大家過年算當要復習哈，所以3年下來又來做運動了。